藝人楊明同佢剛剛結婚嘅老婆莊思明喺馬來西亞高調投資開張嘅港式燒味店豐祿道，8月14號先至歡天喜地切燒豬剪彩開業，點知短短10日喺24號突然被當地政府部門查封，山鋪拉閘，喺鐵閘上面用黃色膠紙打咗個大交叉，要即時停業。楊明回應傳媒就話係因為開張期間人手唔夠，喺後巷暫時擺咗啲未洗嘅碗筷同雜物，屬於無心之失。仲話當地朋友都覺得一嚟就封鋪係好罕見添。楊明一向有搞開生意，點解今次又犯到啲咁低級嘅錯誤呢？新店先至開張10日，咁快冚期，突然被當地政府查封，呢個係咪真係純粹喺後巷放錯碗筷咁簡單？據報道，楊明今次自資幾十萬至上百萬，親自做老細兼落場。佢嘅個人形象麻麻地，個底都花晒。以佢嘅人設，點解佢仲敢喺海外市場推自己出嚟做呢間鋪頭嘅招牌同門面擔當呢？佢老婆莊思明係大馬8億拿督千金，家族喺當地政商界根深蒂固。到底莊思明呢個賢內助背後扮演緊咩角色呢？但肯定嘅係喺呢壇生意入面，佢係楊明最強嘅靠山同避風港。聽到呢度，如果你中意今集嘅內容，記得俾 like、訂閱、留言同分享，同埋撳埋個鐘仔啊！因為你每一次支持，都係令我可以繼續嘅動力。整理咗馬來西亞、吉隆坡同周邊區域近年對餐飲業嘅執法數據。馬來西亞政府喺2024至2026年期間，對餐飲場所嘅衛生同公共空間佔用 （obstruction of public space） 嘅執行力度，比過往嚴厲咗至少35%。楊明喺回應傳媒時話，佢當地朋友都話好少會直接封鋪，一般會口頭警告，但事實上根本唔係咁。喺大馬，近年當局針對新開張、高調、有藝人明星光環，甚至背後有豪門背景嘅店鋪，執法反而更加嚴格。點解？因為明星店鋪吸引大量公眾注意同網民監察。而家流量係雙刃劍，如果只係普通街坊小店，喺後巷擺咗幾箱雜物，執法官員經過，可能叫店主收翻好佢啊，就走人。但你係明星店，就全城嘅目光都睇住你，甚至日日攞住部手機等緊你出事。一旦有人舉報後巷嘅衛生問題，執法部門為咗展示佢哋不偏不倚、天子犯法與庶民同罪秉公辦理，絕對會殺雞儆猴，攞明星店嚟開刀。查封一家明星店，全馬來西亞幾萬間餐廳即刻乖乖聽話。呢啲叫低成本高回報嘅執法 show， 喺馬來西亞明星效應同豪門光環帶嚟嘅關注度，同時亦會將執法監管嘅放大鏡提高5倍以上。人怕出名，豬怕肥，咪就係呢個意思咯。既然知道有監管放大鏡，點解楊明仲要衝出嚟實事實做呢？楊明佢嘅前半生的確係幾棘下。無論係演藝生涯、頻繁嘅法律訴訟同多次醉酒事件，以及商業、餐飲、創業嘅起伏，都備受爭議。但喺海外華人圈子，特別係馬來西亞呢個極度依賴 TVB 文化嘅市場，包容度比較高。佢作為馬拉姑爺嘅知名度依然高企，自帶免費流量。更重要嘅係，楊明背後有莊思明撐腰。眾所周知，莊思明已故嘅老豆莊寶係馬來西亞拿督，家族生意涵蓋地產、珠寶、房產，身家保守估計超過8億。外國人喺馬來西亞做生意，最難嘅唔係錢，而係本地嘅政商關係 （local connection） 同申請營業牌照。莊思明過去曾經好霸氣咁講過，楊明冇用過我1分1毫。呢句說話我相信係真嘅。今次楊明確實係自己出資，攞出6位數甚至上百萬出嚟獨資做老細。但喺現代商業運作入面，最強嘅後盾往往唔係直接過水俾你，而係本地嘅營業牌照、靠山同政商網絡。莊氏家族喺馬來西亞嘅政商實力，就係楊明去大馬做生意最堅固嘅防彈衣同避風港。楊明要親自落場招呼客人，做門面擔當，簡單嚟講就係做 front man， 即係擺喺最前線。當生意如果有乜依喐，行雷閃電俾雷劈都係佢。好多人睇到新聞第一時間嘅反應係：
哇，做生意出事預咗啦，因為嗰個係楊明啊嘛。但藝人自己做老細兼做埋門面，有一個致命傷就係藝人嘅管理永遠跟唔上專業餐飲嘅流程 SOP。今次開張10日被封，正正重演咗呢個歷史宿命。藝人做生意有3個永遠跨唔過嘅管理盲點。第一，藝人嘅本業係表演做 show， 習慣咗面向鏡頭。喺開張頭幾日，楊明好努力咁落場斟茶，招呼客人同粉絲合照，做足 marketing 同 PR。但餐飲業真正主宰生死嘅，永遠唔喺前台，而係喺鏡頭拍唔到嘅後台。後巷嘅雜物點樣分類，廚餘隔油池點樣清理，冷藏溫度記錄，外勞牌照同衛生規範。藝人往往以為自己親力親為落場就等於識得管理，但只要冇專業餐飲 manager 喺背後執行嚴格嘅 SOP， 出事只係時間問題。其實今次大馬封鋪已經唔係楊明第一次犯呢個錯。早在2020年，楊明喺香港開設燉湯店嘅時候，荔枝角分店就被揭發喺未攞到正式餐飲牌照嘅情況下違規營業。之後更爆出個 menu 未經授權使用泰國知名品牌藍象 Blue Elephant 商標，引發版權危機。呢個正正反映出藝人做老細往往太急於利用明星效應開張，而忽略咗背後最基本最繁瑣嘅法律同行政合規格嘅 SOP。第二，普通街坊小店後巷放錯2箱雜物，執法部門可能經過口頭提醒就算，但藝人開嘅店，全個吉隆坡甚至香港嘅網民 haters、傳媒同競爭對手日日等你出錯。藝人帶嚟嘅流量會將你所有少少嘅營運漏洞放大100倍都唔止。第三，心理上誤以為有靠山，每打好晒關係就可以放鬆 basic compliance。有豪門或藝人光環嘅創業者，有時會有一種諗法，有時揾人搞掂佢啦，口頭警告啫。但而家政府嘅行政監管越嚟越透明化，地方執法官員反而最中意攞呢啲有背景嘅明星店嚟殺雞儆猴立威。90年代至2000年代，香港一班藝人好似阿倫、阿叻等，都中意合資開大排檔或中餐館，開張時星光熠熠，全港報道。但往往做幾個月後，就因為啲藝人各自要拍戲拍節目，冇人真正落場監管衛生，控制食物品質同人工成本，最終因為內部管理混亂、偷工減料而要執笠收皮。睇返今次楊明嘅封6度，開張10日被大馬政府查封，楊明話係人手唔夠、手忙腳亂嘅無心之失。但睇返舊史，呢個唔係無心之失，呢個係藝人做餐飲嘅結構性宿命。好啦，如果你想分享對今集嘅睇法，歡迎喺下方留言話我知，記得俾 like、訂閱、分享同埋撳埋個鐘仔啊！我哋下集再見，拜拜。